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文經所答，我係 Matina。天國 Power Up 第二節，烏鬼驚，靈界震，基督話語顯其能。耶穌出手，權能震撼全場，烏鬼嚇到跪低，病人1秒鐘痊愈，天國嘅勢力全面進攻，靈界震動啊！講到唔會悶親人，耶穌一開聲，個個醒晒神。眾人很稀奇他的教訓，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馬可福音1章22節，文士講道逐隻字讀律法，好似開例會。耶穌講道直接擊中人心，句句震撼。Imagine 你去開會， A 老細照讀 PowerPoint， B 老細充滿熱誠，邊個有吸引力啲呢？耶穌一開聲，全場震驚啊！烏鬼公開認識耶穌，秒鐘跪低。拿撒勒的耶穌，我知道你是誰，乃是神的聖者。馬可福音1章24節，烏鬼認出超快，比人類更快。耶穌好淡定咁講，絕口出嚟，烏鬼即刻閃走。Imagine 大明星出現，fans 都未認得。狗仔隊已經認低晒啦，靈界認得耶穌，咁你呢？耶穌一句話，烏鬼即刻投降。耶穌訴責他說，不要作聲，從這人身上出來吧。馬可福音1章25節。Imagine 你喺屋企有隻曱甴，你 A 用鞋打死佢， B 用噴霧，定係 C 直接一句話出去，隻曱甴會自己走出去咧。耶穌講鬼唔使儀式，唔使咒語，直接一句話，絕口出嚟啦。烏鬼即刻閃走，全場目擊到，震驚到唔識喐。邪惡勢力存在，但耶穌嘅權柄更大。他唔止趕鬼，仲醫治人嘅心。1晚醫好全城。天晚日落的時候，人把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都帶了來。馬可福音1章32節，免費醫療奇蹟專場，全村人擠爆啊！耶穌醫身體，仲醫心靈，邪靈都要驚啊！忙足1晚，仍然願意服侍，神嘅愛係無限量啊！如果你喺現場，你會點做？耶穌講鬼醫病，但佢仲最關心嘅係天未亮，耶穌起來到曠野去，在那裏禱告。馬可福音1章35節。Imagine OT 到凌晨，第二朝5點鐘，竟然起身祈禱，全世界人都揾緊佢，但佢反而靜靜地同天父傾下偈。能力來源唔係自己，而係從神而來㗎。耶穌講鬼醫病，但最緊要嘅係帶人回轉歸向神。生活應用，耶穌有能力改變你嘅生命。你曾經被某一啲嘅問題綁住咗你，你有冇見證過神嘅權能呢？如果今日耶穌醫治你嘅身體、心靈、生命，你願唔願意俾佢幫助你呢？挑戰你翻開馬可福音1章21到45節，親自體驗下耶穌嘅大能。下一節係癱子都識行返，耶穌一句話衝擊全城嘅信仰。好，記得 like subscribe 我嘅文經所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